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礁溪客人城附近，听在地枣农说，这边的客家人很多是从诏安移民过来的，在本地种植金枣。刚好前面有间蜜饯工厂，我想赶快去看看用金枣制作蜜饯的方式。大哥，我看到这个建筑物好漂亮哦。欢迎你来哦，这是我的金枣蜜饯工厂。所以你是老板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带你进去走走。好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呢要做出来的成品。最后我就要做成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等一下就知道哈，成绩100分长这个样。哇，老板还拿这个来跟我做比对，压力好大哦。但是我背包客一定会把它做到好。林老板告诉我，客家人对食物的腌制很有一套，而宜兰在地又因为气候关系种植大量金枣，所以他的阿泰就决定建造蜜饯工厂，推广蜜饯文化，一代传一代，由它延续下去。哇，其实这个成品看起来有那种吉祥的感觉。对，过年很应景哈。对啊，就放在，而且这其实放在我的那个床头或是桌上，都很像一个装置艺术，很漂亮哎。制作完蜜饯，想要更深入了解在地客庄历史，工厂老板说，洪大姐熟知宜兰客庄故事，可以跟她聊聊。为什么宜兰啊会种这个柑类啊？从清朝时代到现在，都有很多的客家人移民到宜兰。那到宜兰呢，又因为种种的因素，客家人渐渐就比较被边缘化，就会在山上就比较适合种果树或种茶叶。对于这种水果的保存，以前没有冰箱吗？它保存，所以用客家人的那种腌制方法。其实这些食物在我们来讲说，这明明是客家的东西呀，在宜兰这样的以闽南话为主流的地方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？所以我们要去了解。所以你看，像客家人在山上工作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方便一直喝水，我们就可以来一个。哦，刚好止渴。对，没错。原来是因为当年客家先民移居此地，开始种植适合在地气候的果树。今天我才能吃到这个生津止渴的腌制蜜饯。听完彭大姐的故事，我深深的体会到客家人在异地开垦不畏艰难的精神。